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豆腐羹阿母茶，一般会加一句“会食袂拖泥”。这个意思是一个人身体真虚弱，肩胛头袂当担，因为阿母茶袂当行上远。若讲干那会晓食，袂晓斗做事，这日早年农业社会会被当作是无路用的人。因为农业时代，无论是担还是做事，这拢需要人工来完成。来讲肩胛头袂担，手袂干，无多徛伤久，佫行袂远，对农事来讲无贡献，难免会被当作是食用饭的，难以付托重任。未来讲有什么款的成就嘛，真有限。要过伫科技网络发达的时代，有真个产业无遐注重体力，就算牺牲咱底这少年人，伊就以真巧的专业头脑，嘛会当开创非凡的成就。先天也不足，嘛唔通失志，运用智慧，共款会当互生命发光。今日讲的俗语是豆腐羹阿母茶。